个普通人，也不是神，他是恶鬼王。过去是贫穷的人，很想供养出家人，只可惜不能如愿，加上自己又爱喝酒，所以是一个恶鬼王。啊，所以他有超能力来帮助别人，来为自己积福德。小莲说的对极了。那后来呢？阿鸠留听了恶鬼王的话之后，终于相信有来生，有因果。回到故乡后，行布施，救济一切贫穷孤苦之人，而且每天供养非常多的修道人。因为这样的因缘，阿鸠留死后投生为忉利天人。所以相信佛性还有因果的人，必定能珍惜每一个当下，生命就有无穷尽的希望哦。所以当下每一个好姻缘都是跟我们前世的福报有关哦。跟前世的福报有关？那李小艺他们家的那只狗狗前世有什么福报呢？我想它前世是一只忠心的好狗，所以这一世才有好狗命啊。对呀，好心有好报。我跟你们有不同的看法。他的前世应该是人，还算是一个不太坏的人，可能